小朋友古锥的舞蹈以及三军宝宝伫前的表演，为2023水高社青空艺术节宣传活动亮开序幕。青空艺术节今年将带来超过50场的亲子活动，甲23场技术手作体验，并结合空军连队特点，伫大小朋友欢喜的同时，也会当互大家了解到水高社甲空军的历史。这个晴空艺术节的展览是常年的展览，所以会定期更换展览的内容，但是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空军第一战术联队它的一个历史沿革以及它的一些艺术创作。空军作为护国神山，我们台南市民都非常感谢他们。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展览，大家多了解空军，多认识空军，进而多敬爱空军。水高社青空艺术节进入第4届，伫去年举办的时阵创下37000人次造访的成绩。今年推出较大主题活动，包含文创手作、儿童市集以及艺文展览等等。安排了很多亲子的活动，能够藉由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在理解这个文化建筑的同时，也透过亲子娱乐，然后让大家更喜欢水交社文化园区。另外，活动只要凭着青空护照，就会当享有限定活动甲节优惠。欢迎民众伫4月1号到4月4号把握连续假期，到阵来水高社佚佗。若是想要了解更加侪资讯，会当上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